主體啦，主體同其他機體一樣啦，都係腰啊手腳都可以，可動範圍好多，獨立玩都好玩噶。佢呢個位可以放拳頭落去咯，不過當我放拳頭落去時候呢，就有點兒企得唔係好穩。基因好細隻，不過佢嘅可動範圍都好多喎，咁搞笑嘅，可以屈成咁樣。但說明書冇講呢個位係有古怪嘅屈咯，咁究竟係我係咪攞咗 set 貨呢？唔知喎。說明書話股骨我可以掹出嚟，可以掹落嚟，但我唔敢掹喎。肩膊位可以拉出嚟啦。雖然可動範圍多，但係我 feel 到要將呢個肩膊轉出去咧，有啲難度。手腳獨立個體嘅可動範圍其實差唔多，咁我唔會逐隻講啦，淨係攞一隻手一隻腳嚟講就算啦，差唔多大細。要將佢合體嘅時候要小心啲咯，因為係做得好仔細啊，但係仔細個頭呢，有啲關節位太幼細，驚容易拍斷。咁啊呢啲小小機械人都好玩，即係除咗手腳可以有大幅度嘅移動之外啦，可能真係方便合體啦。咁連腰都可以喐到，同埋機械人做到靚。同埋留意到，如果係合體嘅位置，即係有機會係摩擦嘅位置，佢就會冇咁靚咯。其實咁樣仲好，即係唔會擔心刮花咯。左腳同右腳一樣，都係我而家手上摸呢個位置咧，係最重嘅，因為有鐵嘅成分咯。咁其實咁樣仲好，即係讓佢會企得好穩咯。咁頭先講咗，每一隻獨立個體就咁玩都好玩嘅，即係佢哋啲可動範圍都好大。除咗係方便合體之外啦，擺 pose 都一流噶，同埋都做得幾靚。即係雖然手同腳就個比例怪怪地，但係OK 啦，呢個位都好靚，一個胸部透明件嚟嘅，個頭得意好似 LEGO。另外合體嘅時候要掹走呢個件咯，右腳都靚，呢個又係透明件嚟嘅。合體後嘅六神合體，左右腳拉出少少咧，就可以呈 V 字形咁樣企。由於入面裝咗個基因，所以扭嗰時有啲影響咯。隻手我係冇插咁入㗎，因為掹翻出嚟都有啲吃力。留意翻佢得呢一個位做支撐，插得太入，掹嘅時候驚呢個位難。肩膊可以向上啦。可以拉出嚟，呢個幾有心思，個基因喺呢個六神合體個頭入面咯。但其實個小基因喺呢度。隻手係波裝啫，把劍太重啦，所以跌出嚟咯。手型有手掌、拳頭同埋揸劍嘅手勢。將透明支架吸落去呢個紅色嘅物體度，吸埋呢個激光特效就完成。大髀可以向外轉。對於六神合體嘅設定其實認識唔多，淨係識基因
點解都想擁有呢？幼稚園時期無線電視翡翠台播放好多機械人卡通片。我嗰個幼稚園時期大型機械人合體包括百獸王、銀河烈風、機甲艦隊及六神合體。當時行過報紙檔或百貨公司，見到 display 盒內可以一目了然玩具現況。不過咁貴嘅玩具，屋企人點會買？唯有買住2蚊雞翻版卡通書紙殼。所以見到 Action Toys 版本呢個包裝，當堂小朋友回憶翻嚟，細個追睇劇情邊記得，淨係記得總之有怪獸，然後成 team 人出嚟合體打怪獸。依家睇翻資料，原來六神合體故事幾慘，兄弟殘殺。今次真係用錢買回憶，唔係因為卡通片點好睇，而係買翻細個得個恨字想擁有嘅心態。